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21节。第1节，五旬节的日到，门徒拢聚集伫一所在。果然有声对天顶来，亲像透大风，充满因得坐的规间厝。阁有亲像分开的火子对因出现，歇伫逐个人的顶面。因拢受圣神充满，照圣神予因的才能，开始讲别种语言。迄时有一寡虔诚的犹太人对世界各国来，住伫耶路撒冷。听到这个声响，众人就拢聚集活来，因为逐个人听到门徒用因的本地话对因讲话，煞硬气。因着惊阁奇怪，讲：你看，遮个在讲话的，敢毋是拢加利利人？咱哪会听到因拢用咱逐个人住的所在的语言在讲话？咱遮个帕提亚人、米底亚人、伊兰人，以及对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、甲加帕多家、本都、甲亚细亚、弗鲁加、甲邦菲利亚、埃及、甲瓦郡古尼乃的利比亚地区来的人，嘛有对罗马来的出外人，内面有犹太人甲改宗入犹太教的人，阁有克里德人甲阿拉伯人。咱竟然听到因拢用咱在地的话，讲起上帝所做伟大的代志。逐个着惊阁戆影问来问去，这是啥物代志？有人起笑讲，遮个人是啉新酒得醉。这个时，彼得甲11个使徒徛起来，大声对众人讲：犹太人甲所有住伫耶路撒冷的人，恁着知，注意听我的话。遮个人毋是照恁所想得酒醉，即阵才早起4、9点。其实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讲的。上帝讲：伫终末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所有的人。恁的囝、查某囝会讲预言，恁的少年人会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会做梦。搁伫遐个日，我嘛要将我的神摒落去，予我的仆人甲女婢，因会讲预言。我要伫天顶显出奇事，伫地上行神迹，有火甲烟雾。伫主大搁荣耀的日来临以前，日头会变做乌暗，月变做亲像火遐尼红。迄时，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到救。